你知道嗎？喺深圳福田 CBD 嘅摩天大樓群背後，藏住一個震驚全國嘅過往。呢度曾經係香港司機金屋藏嬌嘅宜乃村，如今卻變身科技孵化基地，一段被時代洪流沖刷嘅秘辛。今日帶你揭秘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小富台。今日呢期視頻絕對乾貨滿滿，保證你哋睇完不虧。話不多說，講地馬上開始。上世紀90年代，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嘅深化期。深圳作為經濟特區，以其獨特嘅地理位置同政策優勢，成為連接內地同香港嘅重要橋樑。然而，深港兩地巨大嘅經濟差距，為宜乃村嘅形成埋下咗伏筆。上世紀90年代，香港經濟對大陸城市係高山仰止般嘅存在。1994年，香港人均 GDP 甚至係大陸嘅50倍之多。嗰時香港就係富裕嘅代名詞。呢種巨大嘅經濟差距，催生咗一種特殊嘅社會現象。宜乃村同大多數人想象嘅唔同，喺深圳包養情婦嘅，並唔全係香港富豪，佢哋仲好多係香港嘅貨車司機、中港司機、建築工人以及小攤販。90年代正值大陸香港貿易高峰期，來往兩地嘅卡車司機非常吃香，年收入就能夠達到36萬港紙，大約38萬人民幣。咁樣嘅經濟條件，唔單止有人包二奶，仲有包三奶、四奶嘅。當時深圳商品房均價先至4000蚊每平米，而香港劏房嘅月租就要8000港幣。香港司機花3000蚊就能喺黃崗村租套兩居室，養個20出頭嘅女朋友。香港大婆過去能夠攞到幾多養家錢，而家仲照樣攞幾多，一文唔少。男人喺外邊嘅支出亦都冇增加，只係呢啲大婆嘅男人用自己嘅出差補助喺低收入區域換咗一種花法。香港貨櫃車司機出車到深圳，屬於出差，有出勤補助。佢哋通常將薪水交俾香港嘅大婆，然後用出差補助嚟包二奶。黃崗村因其毗鄰香港落馬洲口岸，交通便利，租金低廉，成為呢類群體嘅聚集地。據統計呢，喺高峰期，呢個佔地面積僅0.5平方公里嘅城中村，曾經容納近5萬名被稱為二奶嘅女性。佢哋大多嚟自四川、湖南、江西等地嘅農村，受教育程度有限，選擇呢條路都係出於經濟上嘅無奈。而轉型契機，政策與經濟嘅雙重驅動。黃崗村嘅轉變並非偶然，而係中國經濟發展與政策引導共同作用嘅結果。一、經濟實力嘅逆轉。2018年，深圳 GDP 首次超越香港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嘅標誌性事件。隨後嘅5年間，深圳持續保持高速增長。2023年，其經濟總量已達到香港嘅1.5倍。比亞迪、華為、大疆等科技巨頭嘅崛起，唔單止重塑咗深圳嘅產業格局，亦都徹底改變咗深港兩地嘅經濟關係。二、政策嘅有力引導。深圳市政府大力推進城市更新與產業升級，黃崗村被納入重點改造區域，通過土地重整、老舊小區拆除、基礎設施升級等措施，曾經嘅城中村逐漸轉型為現代化城市街區。同時，政府引入高新技術產業，提供稅收優惠同埋政策支持，吸引大量嘅科技企業入駐。三、社會觀念嘅變遷。隨住經濟水平嘅提高同埋教育普及，女性地位顯著提升，越嚟越多嘅人選擇通過教育同就業實現自我價值，而非依賴他人。社會對二奶現象嘅譴責亦逐漸成為一種共識，進一步推動咗呢類群體嘅消退。三、現狀與成果。科技新城嘅崛起。如今嘅黃崗村早已經擺脫咗過去嘅陰影，成為深圳科技創新嘅前沿陣地。一、產業結構嘅蛻變。曾經嘅出租屋同埋商鋪被改造成跨境律師事務所、科技孵化器、創業園區同埋研發中心。知名科技企業如大疆創新、雲天麗飛等喺呢度設立分支機構，
帶動咗大量高學歷、高技能人才嘅聚集。真正嘅改變始於深圳經濟發展帶嚟嘅實力變化。2018年係一個歷史性時刻，深圳 GDP 以2.42萬億超越香港嘅2.4萬億。此後5年間，深圳經濟總量已相當於1.5個香港。曾經跪求港商投資嘅深圳，如今喺科技戰場上反攻香港。比亞迪市值超過香港所有地產商總和，華為專利數等於香港所有高校30年總和。大疆佔據全球無人機70%市場。經濟實力嘅翻轉，徹底重構咗深港關係。2. 人才結構嘅升級。過去呢度都係低教育水平嘅女性群體同埋短期逗留嘅香港司機，而而家穿梭於黃崗村嘅係跨境律師、科技公司高管、創業青年同埋短視頻創作者。佢哋嘅到來唔單止改變咗區域嘅人口結構，亦都為黃崗村注新嘅活力。如今黃崗村已經脫胎換骨，喺黃崗村改造現場。以前係二奶聚集嘅城中村，而家入住嘅都係跨境法律事務所同埋科技孵化器。喺皇崗口岸免稅店，港客搶購嘅唔再係茅台香煙，而係華強北嘅電子煙同埋影石全景相機。而家佢哋過嚟都問能唔能夠微信支付。嗰啲曾經將青春點當俾跨境泡沫嘅姑娘們，或許諗唔到今日深圳正喺度創造另一種傳奇。大疆女弟子團隊攻克無人機飛控技術，比亞迪女工程師研發刀片電池，通過針刺實驗。華強北95後女主播單場帶貨破100萬。3. 經濟模式嘅轉型。黃崗村唔再依賴低端租賃經濟，而係通過科技創新、跨境服務、數字經濟等高附加值產業實現經濟增長。附近嘅皇崗口岸亦都成為深港科技合作嘅重要節點，兩地創新資源喺呢度高效流動。4. 深層次啟示黃崗村蛻變嘅意義。黃崗村嘅變遷唔單止係一個區域嘅自我更新，更係中國改革開放同經濟崛起嘅一個微觀映照。首先，佢展現咗中國經濟發展嘅巨大成就。從依賴香港嘅資本同埋技術，到自主創新並反超香港，深圳嘅崛起代表咗中國模式嘅勝利。其次，佢反映咗社會進步與觀念升級、女性地位嘅提高、教育水平嘅提升，以及社會價值觀嘅變化，共同推動咗一個更加公平、文明嘅社會形態嘅形成。最後，黃崗村嘅成功改造，亦都為其他地區嘅城市更新提供咗寶貴經驗。通過政策引導、產業升級同埋社會治理嘅多元協同，可以實現區域嘅華麗轉身。5. 結語：未來嘅黃崗，未來嘅深圳，企喺大灣區發展嘅新起點上。黃崗村嘅故事遠未結束，呢度曾經係一個時代嘅產物，亦曾經係一個時代嘅痛點。而如今佢正喺度成為新時代嘅創新高地同埋發展標杆。黃崗村嘅變遷恰似一塊時代嘅三棱鏡，折射出嘅唔單止係城市蛻變，更加係一個民族經濟崛起、揾翻尊嚴嘅史詩。從二奶村到科技城，呢度見證咗中國改革開放最震撼嘅蛻變歷程。你覺得下一個10年，深圳仲會帶嚟點樣嘅驚喜？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。記得點讚訂閱，下期帶你揭秘更多城市傳奇。